今日呢一集內容，我誠心誠意勸每一位朋友事前準備一面鏡仔，唔使好大，夠照到自己塊面就得。因為跟住落嚟我要講嘅每一個部位、每一個細節，都同你50歲之後嘅人生息息相關。好多人後生嗰陣淨係中意睇額頭，覺得額頭飽滿就係聰明、早年發達，到咗中年又習慣睇鼻，認為鼻直有肉就係財富充盈。但真正決定一個人晚年又冇福又冇子孫緣，壽頭嗰啲受唔受得錢，守唔守得住，晚年日子過得踏唔踏實，從來唔係睇額頭，亦都唔係睇鼻，反而係好多人日日都照鏡，卻從來冇認真望清楚個部位。今日我就跟住蘇文峰老師嘅雙學睇，係極行面相、12宮流年運氣，逐個部位、逐個細節，慢慢同大家拆解。各位朋友，正式開講之前，我想送一句古人嘅智慧俾大家：言為心聲，心隨念轉，一念向善，福運自然到。命理呢樣嘢講嘅從來唔單止先天過命，更多係講一個人嘅心念點樣影響自身氣場，氣場又慢慢塑造你嘅運勢。好多人到咗中年之後會慢慢發覺，有啲人明明後生面相好好，到晚年路卻越行越窄，反而有啲人後生樣貌平平，到50、60歲塊面反而越嚟越溫潤，越嚟越有光澤，仔女孫兒亦都願意貼近佢。呢兩者嘅差別，多數都係在心念同平時修身養性之間。如果你想將來日子越過越順，想晚年身體健康、家庭和睦、財運穩定、子孫興旺，麻煩你係留言區留4個字：福運自來。好，我哋正式開始。首先，我同大家建立一個基礎概念。面相學入面有個好基礎，亦都好重要嘅分類，叫做三庭。上庭由髮際到眉頭主，少年運對應0歲到30歲左右；中庭由眉頭到鼻尖主，中年運對應31歲到50歲左右；下庭由鼻尖到下巴主，晚年運對應51歲一路到人生盡頭。點解話50歲之後關鍵全睇下庭？因為後生嗰陣樣貌多數係遺傳父母，血氣充足嘅時候，邊個睇落都容光煥發。呢個唔係福氣，只係青春。到中年睇鼻、脊骨、自二線走勢，係一個人為生活打拼、累積家底嘅階段。但一個50歲，身體底子、心性修煉，一世人嘅生活習慣都會好似水退石現一樣，慢慢顯露喺塊面上。下庭就剛好係一個人50歲之後嘅成績表。唔係話後生靚，晚年就一定有福，亦都唔係中年順風順水，晚年就一定安穩。真正決定一個人60歲之後過得好唔好，有冇人陪伴手頭，有冇剩錢，好多時候就係下庭呢幾個重點位置。跟住我哋就由下庭第一個重點開始講。第一處法令紋，法令紋就係由鼻翼兩側向下延伸嘅兩道紋路。好多人以為法令紋只係皮膚鬆弛年紀大先會有嘅痕跡，但係商學入面，法令紋又叫權威紋、尊嚴紋。佢唔單止代表年紀，仲代表一個人嘅威嚴、管理能力同晚年生活狀態。大家而家可以照下鏡，睇下自己嘅法令紋。法令紋大致分幾種形態。第一種係標準款，由鼻翼兩邊開始，自然向下延伸，去到嘴角附近收住，形成中型弧度。商學叫做中型法令。有呢種法令紋嘅人，晚年多數穩重，講說話有人聽，屋企入面亦都有一定地位，仔女多數會敬重佢。第二種係法令紋一路伸延，
穿過嘴角繼續向下巴走。古人叫呢種形態做騰蛇入口，聽落有少少都驚，但其實唔使太緊張，多數只係提醒晚年消化系統要多留意飲食節制，情緒要平和。好多長壽老人家法令紋雖然深，但唔會穿過嘴角，就係因為佢哋作息規律，唔會暴飲暴食，心態亦都平和。法令紋長短係流年入面代表晚年講嘢有冇人聽。如果你身邊見過70、80歲精神飽滿嘅老人家，佢哋法令紋多數清晰、乾淨，冇雜亂斷紋或者患痣。第二處，人中好多人睇人中，淨係識睇深淺，其實遠遠唔夠。我哋成日見到一種情況，有啲老人家養3、4個仔女，晚年卻孤單，逢年過節連問候電話都少。反而有啲人一世淨係得一個仔女，卻日日陪喺身邊，端茶遞水、撳寒問暖。呢個差距除咗家庭教育、家風傳承之外，商學上面好多時候同人中有好大關係。人中係鼻同上唇中間條坑，呢條細坑對應一個人嘅壽命同子孫緣。如果人中心長、線條順滑，好似一條流水小溪，多數代表晚年體質唔錯，仔女孝順，同仔女關係親密，遇到難關身邊有人商量，有人依靠。如果人中淺平模糊，幾乎睇唔到輪廓，就要多留意自己同仔女嘅相處模式。好多時候唔係仔女唔孝順，只係兩代之間缺少情感連結。另外一種情況，人中間有橫紋或者身紋，有橫紋代表波折，可能係仔女成長期間發生過好大矛盾，或者長期分開，導致晚年關係唔融洽，則人中生地。傳統商學多數提醒要留意仔女嘅健康狀況同生活壓力。仲有人中闊窄，亦都有講究。人中闊嘅人性格隨和，包容力強，仔女同佢相處冇壓力。人中窄嘅人比較講究細節，有時對仔女要求太高，容易生出摩擦。第三處承漸，跟住呢個位置，商學叫做承之，係下唇正下方下巴上邊嘅凹陷位。好多朋友可能未聽過呢個名，呢個位細細個，但流年運氣入面對應61歲左右。呢個歲數好多人剛運剛退休，身體轉禮點多數，就係呢段時間成交最忌氣息暗沉發黑或者有損傷。如果你個位常年紅潤飽滿有光澤，代表身體底子唔錯，晚年生活品質有基本保障。如果呢個位噏得太勁或者色作偏暗，就要提醒自己多顧消化系統，飲食盡量清淡，作息一定要規律。健康就係晚年嘅地基，地基唔穩，再好面相都撐唔起。大家記住一句，成者中意潤澤，唔中意乾枯，中意光亮，唔中意灰暗。平時多飲水，保持口腔清潔，睡眠充足就係保養成中最好嘅方法。第四處下巴，跟住就係成個下庭最核心最重要嘅部位。下巴好多人睇下巴淨係識睇圓，唔圓，太片面。下巴形態商學入面對應一個人晚年財運、子孫居所同整體福分。我逐個拆解5種常見下巴形態。第一種，圓厚下巴，下巴圓潤飽滿有肉，摸落厚實，商學入面係極好嘅晚運象徵。呢種人晚年多數唔缺錢，取蓄觀念強，仔女亦都爭氣，唔使父母操太多心，家庭氣氛溫暖和睦，過年屋企熱鬧。而且圓厚下巴嘅人心胸包容，唔容易裝牛角尖，遇事睇得開，亦都係晚年健康嘅重要保障。第二種，方圓下巴，下巴方中帶圓，有呢角但唔尖倒，
有肉但唔用處。呢種下巴嘅人，晚年理財好有分寸，唔會亂投資，亦都唔隨便借錢俾人守得住財。屋企入面有威信，做事講話有分寸，仔孫既敬重又願意親近。居所方面，呢種人注重居住環境，中意安靜整潔，晚年居住條件多數唔錯。第三種，尖下巴，尖輪廓，明顯肉少。呢種人思維靈活，反應快，後生做事爽快。到晚年要留意兩樣嘢：第一，理財要更加謹慎，盡量唔好做高風險投資；第二，同仔女相處要學識放手，唔好大小事都幫仔女做決定，留空間俾佢哋。尖下巴唔代表冇福，只係福分嘅形式唔一樣。尖下巴嘅人晚年多數追求精神層面，比如讀書、遊歷修心，只要調整好心態，晚年一樣過得充實自在。第四種後縮，下巴向內收，睇落短小後縮。呢種面相晚年要留意歸屬感，容易覺得孤單冇依靠。改善方法就係主動擴闊社交，參加興趣班、社區活動，維持同外界嘅情感連結，同時多同仔女表達關心，唔好將所有情緒收埋。係心入面。第五種，下巴有疤，下巴有明顯疤痕，不論意外或者手術留低。商學入面，疤痕代表破，但破唔等於衰。有疤痕嘅人多數經歷過人生重大轉折或者身體考驗，到晚年反而比普通人更識珍惜眼前生活。財運方面要留意，唔好隨便幫人擔保亂簽字。子孫緣方面，只要日常多關懷，仔女嘅孝心唔會因為一道疤痕改變。第五處腮骨，最後我哋講腮骨就係兩邊面組骨骼由以下伸到下巴轉角嘅位置。腮骨分兩種，撞腮同露腮。所謂撞腮就係腮骨線條順滑，有皮肉包裹，唔會突兀突出。呢種面相嘅人做事穩重，耐力足，屬於大器晚成。好多企業家壯驗者中年之後，腮骨會慢慢飽滿有力，係權威象徵，代表自己領域有話事權、決策力。所謂露腮就係腮骨稜角分明，骨骼好明顯，皮肉少。呢種人做事果斷，執行力強，但有時容易固執己。見到晚年要特別留意人際相處，學識傾聽，學識退讓，先可以減少不必要嘅爭執。有啲老人家年紀越大，腮骨越飽滿立體，唔單止係骨骼變化，更多係內在威嚴同氣場累積出嚟。呢份威嚴唔係惡，而是讓人自然信任嘅氣質。腮骨有肉、線條柔和嘅老人家，仔女多數願意經常返屋企，同佢相處冇壓力。腮骨太露，稜角太硬，有時仔女會覺得難溝通，慢慢就唔願意多親近。但如果你覺得自己腮骨突出、肉少，由而家開始刻意多笑多點頭，笑容可以柔和面基，點頭係練習接納別人意見。堅持一段時間，面部線條會慢慢變溫潤，仔女亦都越來越願意同你傾偈。講到呢度，好多朋友可能會即刻對住鏡仔，心入面有少少擔心：我下巴尖係咪晚年冇福？我人中淺係咪仔女靠唔住？我法令紋長係咪真係唔好？大家唔使太緊張。蘇文峰老師一直強調一個核心觀念：面相唔係一成不變。你今日呢塊面係過去幾十年生活習慣、情緒、思維累積出嚟，但絕唔係最終定局。真正影響面相，除咗先天骨骼，仲有4樣更重要嘅嘢：心相、氣息、德行、福報。心相就係一個人起心動念嘅狀態，心入面寬厚善良、積極樂觀，面基就會放鬆，眼神柔和。
久而久之，成個人氣場圓融，心入面計較、怨恨、焦慮，面基長期暈緊，法令紋加深，印堂發暗，氣色自然差。氣色係面相嘅，現在進行式。就算你下巴尖、人中淺，只要氣色紅潤，眼神有神，代表當下生活健康積極，呢個就係最好嘅風水。德行同福報係面相嘅，未來式。商學有句說話：有心冇傷，傷隨心生；有傷冇心，傷隨心滅。意思就係，就算先天面相普通，但長期心存善念，多做有益他人嘅事，面相會慢慢變好。反過嚟，就算先天面相極佳，如果做人刻薄、心術不正，福分亦都會慢慢消散。所以如果你覺得自己某個部位唔理想，唔使慌，更加唔好自我否定。跟住我教大家5個簡單、隨時做到嘅日常習慣，堅持落去，面相同氣場一定會有轉變。維持身體健康人，到中年新陳代謝變慢，飲食唔節制，少運動，面部容易浮柱鬆弛，下巴線條模糊，氣色發暗。每日行半個鐘，練8段錦或者太極，唔需要高強度，貴在堅持，身體通順，氣色自然透亮。多笑，唔好睇少笑呢個動作，笑嘅時候面基向上提拉，下巴顯得飽滿，法令紋舒展，氣色亦都紅潤。更重要係笑容會傳遞善意，感染身邊所有人。仔女見到你成日笑咪咪，返屋企嘅次數一定唔會少。多行善積福，唔需要做立立烈烈嘅大事。街上見到人有難度，順手幫一把；鄰居有困難，能力範圍內搭把手。網上見到正能量內容，點個讚，留句鼓勵說話，呢啲全部都係積福。福報唔係虛幻嘢，只係一點一滴善意累積。你釋放出去嘅溫暖，遲早會以另一種方式返到你身上。少抱怨，抱怨最耗損福分。每抱怨一次，面基就含緊一次，眼神暗淡一分。長期成日抱怨嘅人，面相一定帶住苦相。與其怨天尤人，不如將精力擺喺解決問題。解決唔到就學識接納，懂得接納本身就係一種智慧。心胸放寬，心寬一寸，面相寬一寸。好多晚年有福嘅人，唔係一世無風無浪，只係學識放下，放下執念，放下攀比，放下對仔女過度嘅期待。心寬咗，眉頭自然舒展，嘴角向上揚，成個下庭線條都會變柔和飽滿。記住一句，晚年越來越有福嘅人，唔係先天面相有幾好，只係個心越來越寬，面上亦都跟住越來越溫潤。好，今日內容我哋由頭到尾拆解晒下，停5個重點：法令紋權威、晚年生活狀態、人中壽命、子孫完成話、61歲前後、健康底子、下巴、財運、子孫居所整體、福分腮骨威嚴做人格局。如果一時記唔到咁多細節，記住一句就得：後生睇努力，中年睇選擇，晚年睇福德。你一世累積嘅福德，最終都會慢慢長，係你塊面上。所以由今日開始，少操一份無畏心，多記一分恩，少擠一次眉，多露一次笑。你會發覺面相變順，身邊人亦都跟住改變，連仔女返屋企嘅次數都會多好多。最後，如果你想將來日子越過越順，晚年身體安康，家庭和睦，財運穩定，子孫興旺，記得係留言區留4個字：福運自來。如果今日分享對你有啟發，亦都歡迎將呢條影片分享俾屋企人朋友。可能你一次分享就能夠令身邊人早一步認識自己晚年運勢，早調醒心態，累積福報。溫馨提示：
命理係中華傳統文化入面嘅智慧結晶，面相只係反映人生某個階段嘅頹勢，唔係決定一生嘅判決書。相由心生，境隨心轉，福由善積，運由德養。祝各位時常存善念，廣結善緣，福運自來，吉祥相伴。我哋下一集再見。